卷第24章。過了5天，大祭司亞拿尼亞同幾個長老和一個辯士帖羅下來，向保羅控告保羅，向巡撫報告保羅。保羅被提了來，帖土羅就控告他說：腓力斯大人，我因為你得以大享太平，而這個肝的陰的弊病，因着你的先見得以根正了。我們隨時隨地滿心感謝不盡，唯恐多說你兼煩旨，只求你寬容我，聽我們說幾句話。我們看這個人如同瘟疫一般，鼓動普天下眾生，猶太生亂，又是拿撒勒人教黨裏的一個頭目，連聖殿也想要污穢。我們把他捉住了，你自己夠問他，就可知道我們告他的一切事了。眾猶太人也隨着告他說，事情很誠然是這樣。巡撫點掉頭叫保羅話，他就說：我知道你們在這個斷事多年，所以我樂意為自己分訴。你查問就可知道，我從耶路撒冷禮拜到今日不過有12天。他們從沒有看見我在殿裏或會堂或是城裏和人辯論鼓動眾人。他們現在告訴我的，卻不能向你證實了。但有件事我向你承認，就是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，我正按着我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書一切記載的，而靠着神盼望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，就是他們自己也對這盼望。我因此自己勉勵，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。過去幾年，我帶着周濟本國的款項供獻的物上去，正獻的時候，他們看見我在殿裏已潔淨，卻沒有聚眾，沒有喧吵，唯獨有幾個從亞細亞來的猶太人。他們若有告訴我的事，就當在你面前告訴我，而卻不言。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會前有妄為的地方，他們自己可以說明，而有也不過一句話，就是我站在他們中間大聲說：我今日在你們面前受審，是因為死人復活的道理。腓力斯本想詳細得曉這道，就支吾他們而等千夫長呂西亞下來，我要斷審你們的事。於是吩咐百夫長看守保羅，寬容待他，不用攔阻他的親友來供給他。過幾天，腓力斯和他夫人猶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來到，就叫保羅來聽他講論信耶穌基督的道。保羅講論公義、節制和將來審判。腓力斯甚覺恐懼，說：你暫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來。腓力斯又指望保羅送他前行，想屢次叫他來和他談論。過了2年，波求非都接了腓力斯的任。腓力斯要討猶太喜歡，就留保羅在監裏。